头佛。有己无人是施主的小人，只有考虑自己，从来都没有把别人当作人这样对待，啊，心中没有别人呐，这种是自私自利的人，太自私了。只有自己没有别人，是不是施主的小人呢？这是施主的小人。这个很粗鄙。我们讲说这个人很庸俗，太庸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只考虑自己，从来都不顾虑到别人。啊，你毕竟我们这个地球村是一个各位大家人人互动，要互相牵连的，永远切不断的，我们必须一定要团结合作。这活在人世间应该有的认知。但是你只有你自己，从来都没有别人存在。这样，你看这施主的小人，你活在这个人世间，或者团体、一个单位、一个家庭，你都不应该有这种想法。如果你只有自己，没有别人，你这个人呐，你看在家里面，姐姐妹妹或者兄弟姊妹，大家都会吵架。太自私了，买个东西偷偷的就为我自己在房间里面吃啊，那也不想说大家分享。你想想，都是考虑自己，没有别人，连兄弟姊妹他都这样无情无义。你想的这个是不是十足的小人啊？十足的小人，先己后人是凡夫十足啊。这个首先他考虑就自己，把别人呢放在后面。啊，把别人放在后面，先考虑自己。那这种做法呢，就凡夫众生了。一般人大多数都是这样，这种凡夫，这是很普遍的。大部分都是先考虑自己，然后把别人呢留在后面。这种呢，就凡夫始祖。先人后己，如果先尊重别人，先为别人设想，然后呢才考虑自己。这种人呢，我们讲说了不起啊，了不起，就叫正人君子。这个人是一个正人君子，那心量大，对不对啊？度量很宽敞，所以他先考虑别人，然后呢再想到自己。这种做法，我们认为说了不起了。这个很突出，在这个人群当中也算是非常杰出的，我们叫正人君子。我们最后一个呢，有人无己，只有众生，只有别人，不考虑自己的，从来不想到自己的事情，就是大乘菩萨、地藏王菩萨、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这些为什么成就这么大的道业？为什么他的果位这么高尚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只有人无己，从来不考虑自己。我愿意牺牲我自己来成就别人，就大乘的菩萨来的呀，对不对啊？有没有道理啊？你们要不要学啊？一定要学啊！要发大心，要发大愿，要想到别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出家人呢，更应该很清楚有一个正确的概念。出家干什么？要发菩提心。菩提心是真正成就佛道的根本。如果你没有菩提心，你没有办法成佛。什么叫做菩提心？能够利益一切众生，能够利益自己，又能够利益众生。最起码，你这个叫做菩提心。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嘛。对不对啊？你要为了求佛道做什么？佛道就是要广度十方众生呢。你一切的作为，你一切的修行，无非就是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这个叫菩提心嘛。一个人如果没有菩提心，从来没有考虑到别人，那我们出家是干什么的？佛教还有将来吗？佛教还要人靠你吗？哇，糟糕了，没指望了。所以我们出家人的心一定要心胸要打开，处处考虑到众生的需要，考虑到佛教的发展。所以以佛教兴亡为己任，以佛教的光大为目标。所以我们要有人无己，就是大乘菩萨，就是我们出家人更应该要有这种特色。秉持了这种理念，这样我们出家就有意义了，没有辜负了我们穿这一身的衣服了，我们头里吊是干什么啊？佛，你看都是光光的，为什么我们要跟他一样？他不会沾染这些世俗的习气，
不会计较，不会诽谤，不会怨恨，不会对立，不会自私，处处都考虑众生，心胸很大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像我们这个才大乘菩萨。好，希望我们这一章呢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你愿意做哪一种人呢？由你自己选择，由你自己选择，你自己来选，自己来选。所以我们人为什么？如果你的愿心大，你成就快；你的愿心小，很窄小，那你一直有的人家修行一辈子就成就了，你呀好几十世还照样在那边堕落，在那边受苦受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愿心不够强。你的自私心太重，所以自私就是罪啊，就是太有罪了。各位，我们应该要考虑到别人，所以各位，我们这一章提供给大家参考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